大家好，我是港俊的罗同学，我现在呢是在香港理工大学就读于环境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的学士学位，目前的话是大3，那么即将读大4，那么相对来说大1、大2的话，其实越往后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像理工大学的丰富的校园生活呢，其实又能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排解压力因为我们会需要准备实习啊，然后还要准备各种必修课来满足我们的毕业要求，那么这也恰好能够说明我们理工大学的这个教育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平时的校园生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不会说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感到枯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片的地理位置呢，其实就是著名的尖沙咀这个是处在尖沙咀的东部那我们理工大学呢就是坐落于此这里有很多街道，然后有很多商场，所以说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可以在周边去进行一些课外活动也是能够丰富自己在香港的生活。马上就要高考了，祝愿各位学弟学妹们金榜题名，马到成功，都能去到你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我在香港等着你们。